继续来关心，即马中国军机是愈来愈接亲门大户，下过中线，压缩咱国防空预警的时间。有学者就建议讲，应该爱赶紧研议军用航空法，和防空识别区 ADIZ 法制化。毛风声讲，赖清德5月20就任了后，对推动成立亲像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单位，来进行创新国防的科技，强化军备。 国防部公布，测试规工查到7架强机，5架强舰继续伫大海周边活动。其中1架无人机超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，离无人片差不多53海里。面对强机愈来愈亲门大户，压缩咱的防空预警时间，有学者建议应该赶紧研议军用航空法和 ADIZ 法制化。反制中共的这个军机对我国的 靠近跟胁迫，需要更有这个法律的授权，来让我们的防空部队跟自控部队更有这个执行任务的空间。苏志芬指出，若有军航法专法，应予军机更加侪优先权甲空间，要法院应遵照。其实国防部自2017年就捌提出军用航空法草案，不过未当清楚甲民航法的关系。正院伫2019年退回，国防部到即马无重视新的版本，除了决定要成立新单位的风声。 小型的无人战车伫崎岖学校无平地形顶悬真紧越野，或者是将后勤卡车作为中庭超音速飞弹发射器，这拢是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打拍主导研发。风声赖清德5日就任总统了后，也将推动成立大版的打拍，强化创新国防科技甲军备。The United States,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the Defense Innovation Unit, is demonstrating a possible way forward, and in Taiwan we are learning from you and working to build a similar mechanism in our system. 准副总统萧美琴进前都要表达希望就此甲美方加强交流。其实国防部2017年都要规划由美国的打拍成立国防科技处，不过迄时阵国防意见无同，才停止这计划。即马有希望重新启动，不过是伫国安会下骹设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，或者是伫国防部成立国防科技处，甚至是一级单位国防科技发展室，议员在讨论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